清晰嘅炭火香氣係意料之外嘅驚喜。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458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連 Theo。今日去試一間最近先發現嘅餐廳天囂野狗燒鳥。原來呢就喺梅縣西，就喺我好中意嘅太和宮魚粉嘅斜對面嘅石流江美食廣場之內。喺門口呢就可以見到吸引我嚟嘅主要原因啦。三黃雞分解三黃雞做燒鳥嘅鋪頭呢，喺廣州好似並唔多，而將雞放喺呢度嘅原因呢，我估除咗製造奇異點吸引眼球之外，更加重要嘅係為咗風乾啦。風乾後嘅雞肉同雞皮呢，可以更好咁被分解，而且燒起身呢都更加方便，更容易出效果。畢竟燒烤呢就係一個會將食材自由水不斷蒸騰嘅過程。首先發生嘅嘢呢，就係肉表面附近嘅水分呢會沸騰蒸發，表面乾燥之後呢，熱量會導致肉外部嘅蛋白質同埋糖產生美拉德反應啊，會產生複雜嘅分子混合物，令食物嘅味道更加鮮美，或者呢更有肉香，仲可以增加埋氣味啊同埋味道嘅層次。呢個反應同佢產生嘅風味呢，受好多變量嘅影響㗎，包括咧食材狀態、溫度、酸度、醬汁、醃料等等。嚟都嚟咗啦，盡量咧都試一試佢。以下內容按照當日上菜順序。燕熬雞湯，估計係用被分解後嘅雞骨架咧去做湯料，係將食材運用到極致，毫不浪費嘅做法啦。食肉之前咧飲翻啖好有雞味同埋藻類鮮味嘅湯咧，可以迅速咁打開胃口。香煎七味牛舌，老闆娘極力推薦嘅菜式，據說咧係用獨家配方燉煮嘅，搭配紫菜絲同埋辣椒絲一齊食，味道都 OK 嘅。牛舌咧帶有少少奶香，呢度用嘅咧應該係菜市場都可以買得到嘅鮮牛舌，而唔係進口嘅凍品牛舌啦。鹽烤山葵雞脷脊個名幾洋氣嘅，本質咧就係雞胸肉，食起身咧並唔乾柴，甚至可以講咧係有啲綿軟嘅。炭烤香氣咧十分清晰，令有啲乏味嘅雞胸肉咧都變得相當可口。炭烤巴掌大嘅黑虎蝦，戴埋手套剝殼之後咧，唔需要點任何醬汁嘅，自身鹹度咧就相當唔錯，熟度恰到好處啦。蝦肉咧有脆感，並唔乾柴。順便讚下呢度提供嘅手套質量相當唔錯。鹽烤招牌京葱雞腿肉，每間燒鳥店基本都會有嘅菜式，同一般燒鳥店對比起身咧，呢個三黃雞嘅雞髀肉咧，食起身區別咧並冇好大，反而係咧充足嘅炭火香氣令我留下咗深刻嘅印象啊！鹽烤紫蘇梅子雞髀肉，用嘅咧係略帶薄荷同埋檸檬混合風味嘅大葉紫蘇，對比起赤紫蘇嘅香氣咧更為清新，搭配咧帶啲油脂嘅肉類咧，可以起到唔錯嘅解膩同埋增加食慾嘅作用。老闆娘仲額外多俾一啲紫蘇俾我哋自由發揮添。鹽烤雞生蠔，所謂雞生蠔，其實咧係指位於雞背靠近大髀嘅兩側，嵌喺骨盤凹槽入邊嘅兩嚿肉，一隻雞咧只有2嚿，左右各一。因為活動量比較少啊，因此咧肉質幼嫩。帶皮隻烤過後咧，雞肉依舊保持多汁，雞油同埋炭火嘅香氣咧都融入其中，真係好鬼好食啊！我強烈推薦啦！鹽烤雞腿筋，指嘅咧係大腿骨同埋小腿骨嘅連接處，亦即係俗稱嘅雞大髀同埋琵琶腿嘅關節位，係皮肉筋3種成分都有嘅部位，係一個咧喺其他燒鳥店比較少見嘅部位啊！鹽烤黃油雞半翅，呢個黃油其實指嘅咧並唔係牛油，而應該咧係咁樣理解嘅。黃油雞指嘅咧係體態豐腴、皮下脂肪充足嘅雞啊，咬開雞翼嘅外皮係可以見到，就連雞骨啊都依附住黃黃嘅油脂粒。鹽烤現切黃牛士柄肉7分熟，但比起雞嚟講咧就有啲失色啦。鹽烤黃牛牛肋條，睇落咧份量幾多，食起身咧肉味都 OK， 但係咧肉嘅口感過於有嚼頭啦，食起身咧並唔太舒服噶。我係直接嚼完啲味之後咧就攞去咗噶啦。鹽烤招牌活鰻魚，係可以睇得出咧佢生前確實係一條好鬼大嘅鰻魚，表皮咧有脆感，肉嘅底味咧好透噶，冇乜彈性，但咧都唔會鬆鬆散散，係合格嘅出品。鹽烤雞腳筋，區別於頭先嘅雞腿筋，呢個咧係小腿骨同埋雞腳嘅踝關節處，基本咧就係皮同筋，食起身咧有啲硬嘅，牙口唔好嘅朋友咧慎點。鹽烤鮑魚牛肋條，中間咧仲夾住小青椒，令牛肋條同埋鮑魚咧都有少少朝氣。
鮑魚口感唔錯啊，軟嫩中咧帶啲彈性，需要手動咧再加啲鹽啊。牛肋條比頭先單獨點嘅咧要薄一啲，食起身咧冇咗頭先嗰種過勁嘅嚼頭，合理咗好多。鹽烤雞頸肉，老朋友都知道嘅，雞頸肉咧係我喺燒鳥店入邊最中意食嘅單品。呢度嘅選項咧仲有啲鬼馬㗎，居然咧仲提供唔拆肉嘅選項，真係好好奇邊個咧會喺燒鳥店入邊直接拎起大骨嘅雞頸喺度攆啦。我嘅建議係咧必須要揀拆好肉㗎。呢個咧係一個糅合咗雞肉、雞皮、雞油嘅部位，最吸引我嘅咧係呢個部位嘅雞肉啊，又有彈性又有雞味，我強烈推薦啦。鹽烤雞橫膈膜呢個部位咧介於內臟同埋肌肉之間，因此咧會帶有少少輕微嘅內臟風味，又有彈性嘅口感。鹽烤香酥黃油雞皮同埋鹽烤黃油雞煎皮，雖然咧都係雞皮，但咧我會更加中意雞煎皮啊！一方面係呢個食材咧真係夠晒撩楞，另一方面係呢個部位嘅雞皮咧會更加脆一啲。我哋仲食咗炭烤雞心、炭烤八爪魚、爆汁蝦滑口蘑、鳳梨牛肉粒，都係冇驚喜冇意外嘅出品啦。呢餐兩個人合共消費458。有一句講一句，呢間燒鳥店咧的確係有意思㗎，唔單止係因為用嘅咧係湛江嘅三黃雞，而且分解得咧都足夠細、足夠撩楞㗎。清晰嘅炭火香氣係意料之外嘅驚喜，只不過咧今晚嘅上菜速度咧有啲太快啦，而且店內啊主要降溫手段咧係風扇，如果上菜之後唔即刻食用嘅話咧，炭火味好快咧就消散啦。價格咧同天河區燒鳥店持平，呢餐嘅價格咧其實咧係有啲震驚到我㗎，屬於孖建打系列啦。呢度加埋咧都未夠半隻雞嘅量，價格咧就足夠去一啲比較好嘅餐廳食到1到2隻完整嘅雞啦。但我認為都唔可以因此而抹殺掉佢嘅價值㗎，就衝住雞頸肉、雞生蠔、黃油雞煎皮同埋嗰個炭火香氣就值得一試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